王兄，你看那边，那边过来的两个女子，倒是很有几分颜色。很多东西啊。个子矮些的那个，身上有种女子中少见的英气。高些的那个举止贤淑温柔，该更合王兄的口味吧？姐，这边更好。这什么呀？哎，快！看书简，给我看看。姐姐，你看，这书简上抄录的，我觉得应该是。老伯身手不错，小丫头身手了得，彼此。谢老伯施之援手，老伯是……老伯是秦国的商人。秦国？秦国很远呢，来楚国干嘛？相亲。啊！这边，捡起来。好汉急公好义，受小女子一拜。哎，贵人不必多礼。你们两人没有受惊吓吧？没有。哦，那就好。刚才那几个想要杀你们的人，短发纹身，像是越人。你们两个弱女子，怎么会招惹了他们？谁招惹他们了？是他们自己杀上门来的。越人虽然好斗，但从来不随意伤害别人。是我们的先王杀了他们的大王。那也没有道理啊，除非你们是楚国的王族。你受伤了，兄长。没事，区小伤，不算什么。都流血了。我等遭遇无妄之灾，连累先生受伤了，淑儿于心不忍。在下谢过贵人。不必多礼。何人在此私斗？姐姐坏了，咱们若不马上赶回脂房，只怕就要被宫里的人发现了。多谢老伯，告辞了。走。恭喜王兄。刚才被越人咬了一口，喜从何来？王兄没听见那女子自称淑儿，旁边那女子还说到宫里。看来越人追杀他们是有道理的。可是楚宫里公主不少，谁知道她是哪一个？臣弟刚刚跟王兄讲过的，那楚国的嫡公主就叫宜淑。看来王兄中头彩了。今日还好有惊无险，我还是第一次拿菜叶子砸人呢。公主当时若是有半点差池，绿萝可就活不成了。都说了有惊无险了，不必大惊小怪的。这事要是让魏后知道了，绿萝还是活不成。哎呦，放心，此事只有你我月儿知道，你就好好的活着吧。绿萝都快被吓死了，
公主却满脸喜气，好像捡了宝贝。你可知何为福兮祸兮？好啦，去给我们烹茶吧。是。哎，姐姐，那老伯的剑法真不错，若不是他挡得快，那越人的刀就落在姐姐头上了。原来秦人之中也有如此慷慨仗义之人，不仅孔武有力，而且风流潇洒。难道姐姐真的喜欢上秦人啦？我只是在说秦人与我们楚人的区别啊。再说了，我们楚人当中也有出色的男子啊，不仅风度翩翩，还玉树临风。就像谁啊？怎么不说了？不像谁？就像黄公子、黄歇那样，如何？那是你说的，不是我说的。你不喜欢黄公子吗？我何时喜欢过？玉树临风，也不招妹妹喜欢。明明是姐姐喜欢孔武有力、风流潇洒的。死丫头！臣弟之前经常劝大王要打理须发，王兄都懒得理会。今日一个小丫头叫了一声老伯，王兄回来就忙着修剪胡子。你说，寡人真的有那么老吗？王兄一把络腮胡子，威风神武。只是这楚人华而不实，连男人都讲究修饰。大王的须发，在我秦人看来是相貌堂堂，只怕会吓到那些楚国的小丫头们。依寡人看，楚国的男子都缺乏血性，他们不以健壮为美，却以削瘦为美；不以弓马为荣，却以师父为荣；不以军功为尊，却以亲族为尊。将来秦楚开战，楚国必输无疑。禀报大王，何事？刚刚得到探子来报，眼下诸国均派使臣以联姻的名义前往楚国，他们企图在郢都会盟，共同对付我们大秦。真的吗？你们都下去吧。是。姐姐先来。这2日宫里可热闹了。据说各国君王开始派使臣带着重礼来面见大王，人来人往的，可忙坏宫里人了。他们进宫说的是面见大王，可心里不定打的什么主意呢。姐姐，你怎么不说话啊？他们打的什么主意啊？姐姐说呢？我不明白。姐姐是装不明白。他们可都是来向楚国嫡公主求亲的。姐姐还不借机到前面大殿去探探究竟，说不定与哪位君王就真有缘分呢。你一味混说，越说越出格了。妹妹也是为姐姐好，嫁人不比选衣衫，可由着性子更换。若是不投气，这辈子岂不都委屈了？也是，耳听为虚，眼见为实。人人都说秦人虎狼之人，可上次你我在东市见到的那个秦国生意人，却谦谦君子，英武得很。姐姐对那老伯真有意啦？你老是叫人老伯，可舒儿明明看他没那么老。再说，人家救了我们的性命，应该也是一个有仁有义的男人。萍水相逢，这种有仁有义也算难得。不过要配姐姐嘛，总得左手挥笔安天下，右手持剑定乾坤吧。
叔公主，叔公主，你这丫头疯什么呢？大王要在大殿给公主招婿呢，而且还听到一个跟叔公主有关的大笑话。跟我有关的笑话？是何笑话？听前面的人说，大王打算召秦王今日午后进宫。召秦王进宫，与我有何干系啊？当然有干系。大王命膳房的眼女，就是那个宫里丑陋出奇的厨娘，扮成狄公主的模样，在储宫大殿跟秦王相亲呢。真的？婢子倒想编排，可是也编排不出这等故事啊。亏得大王想得出来。不知那秦王会如何去应付那丑厨娘？弄不好会闹出些鱼目混珠的事来。那秦王怎么会娶个丑女当王后啊？这难讲，她可是当今楚国的狄公主呢。秦王，请。楚王，请。都说楚月来自楚山楚水，果然天籁之音。一方山水养一方人，难怪楚女娇美多情。妹妹，那个秦王怎么那么面熟啊？哪里是面熟？他明明就是那个搭救你我的秦国生意人。为了楚秦联姻，秦王千里迢迢来我郢都，足以表明诚意。只是这婚姻全凭缘分，不知舍妹与秦王是否有缘呢？久闻楚国狄公主兰心蕙质，花容月貌，嬴驷倾慕已久。今日舍妹恰巧在宫中，秦王若不嫌弃，寡人把她唤来一见，可好？嬴驷三生有幸，愿一睹狄公主风采。请叔公主来。是。楚王，请。秦王，请。他说他是来相亲的，原来是来相你的。哎，姐姐，你看，你看，这就是你呀！肥面宽鼻，粗手粗脚，头大如斗。你看，他胖的都没下巴了。姐姐，这可是你呀！讨厌！楚国狄公主芈姝拜见大王。秦王。今日嬴驷大开眼界，令妹果然天赋迥异，四德绝佳。啊，秦王口中的四德，可是周礼所言的妇德、妇言、妇容、妇功？舍妹淑儿自幼在宫中悉心教养，四德自然是不会差的。此四德非彼四德也。令妹是饱德、饿德、热德、冷德。秦王此话怎讲？令妹体魄健壮，耐得饥饱寒暑，粗音大嗓，说明内气充沛。再看双手，寻常宫中女子都是纤纤素手，青葱玉腕，令妹之手却粗壮、红润、有力。
这气味，这浑身气味是油烟柴薪之清香。狄公主该是精于煎熬繁制之烹饪高手。都说当年齐桓公的庖厨易牙，厨艺无双，只怕他若在世，也羞于与令妹比肩。秦王真是说笑了，淑儿先下去吧。是。秦王目光犀利，识人有术，寡人佩服。本王与楚王之嫡妹果然有缘，望楚王能成人之美。秦王，你当真要娶那个她吗？既然她就是楚王的嫡妹芈姝，本王别无他求。这大殿之上，君子一言可不能反悔啊！那是自然。本王要娶的就是楚国嫡公主芈姝。来，楚王，来，秦王，请。原来那老伯就是秦王。那秦王修剪了胡须，竟然一表人才，气宇轩昂。只是他怎会如此糊涂，竟不分美丑，被王兄戏弄？姐姐这样痛心疾首，我看出来了，你是真的中意那秦王了。秦王有何不好？秦王自然是好，可他在大殿对大王信誓旦旦，要娶的楚国嫡公主，可是那个浑身柴薪清香、善于烹调的胖芈姝呢？那他是中了王兄的圈套，说不定他就是看中楚国嫡公主厨艺了得呢。你平日里姐姐妹妹的叫得那么亲热，如今我是热锅之乙，你却在一旁看热闹。好了，姐姐莫急，你说你要我如何帮你才好？得有人出宫，告诉秦王实情。这有何难的？此事交给我了。大王，外面有人来访，说与楚国公主有关。我去看看。小丫头，怎么找老伯找到这里来了？恕芈月眼拙，竟不知那日的救命恩人就是秦国大王。不必多礼，贵人们无恙便好。老伯修过胡子，以真面目示人，果真一点都不显老。啊，这是皇公子黄歇，这是张子张仪。大王，大王，屈子高徒，太子伴读，本王久仰大名。大王客气，虽是初见大王，但秦王之名天下皆知，一代雄杰，黄歇佩服。秦国自商君变法以来，国势日彰，诚邀天下士子入我咸阳，共谋天下。那屈子名动九州，寡人正思量，若诚邀屈子，不知他是否肯屈尊入秦。楚国乃屈子之父母之邦，恐怕师父不忍背弃。不错，如今楚国势强，屈子身为左徒，深受楚王信任，力图在楚国变法，前途无量，何必千里迢迢远去秦国？然世事盛极必衰，如今楚国朝堂之上，极恨屈子的大有人在，拥护变法者甚寡，更何况楚王为人优柔寡断，只怕一日翻脸，屈子便朝不保夕。身为旷世之才，屈子难道甘心在庸君手下做一个庸臣？男儿生于天地之间，自当纵横天下，
若是一举能动诸侯，一言能平天下，岂不快哉？秦王对我楚国宫中之事仅知一二，就此推论，恐怕有所偏失。寡人知道，秦国能给屈子的，楚国也都能给屈子。但寡人今日会给屈子2个字，是楚国一世都给不了的。敢问是哪2个字？请黄公子转告屈子，那2个字是痛快。楚国绝对不能给屈子痛快。小丫头，你说寡人的话对还是不对？对，也不对。怎么讲？说给别人或许是对，但说给屈子，那便是不对。玉儿说的对，大王让黄歇转告屈子2个字，只怕屈子亦要还大王一字。何字？忠。子不忠父，乃为逆子；臣不忠君，终为二臣。好，寡人明白了。人各有志，不能强求。请黄公子转告屈子，若他日在楚国有什么委屈，无论何时，秦国的大门永远为屈子敞开。如此，多谢。小丫头，小丫头来找寡人，只怕还有别的事吧？玉儿受人之托来告知秦王，那日入宫相亲，所见狄公主芈书，并非真芈书。何人托你来传话的？秦王该是心里有数。那他为何不亲自前来告知？身份尊贵，岂能随意与陌生男子相会？上次寡人受人恩惠，一直想将他物归原主，但不得时机。不知小丫头可否帮忙？秦王放心，我定会让这块方巾物归旧主。好，无事，那我们先告辞了。哎，张子，张子，不与我们一同走吗？我可以走，但只怕我这一走，有人会错过一个人才，错失一次良机，那事情可就大了。所以你们先啊。啊，那我们先告辞了。唉，张子为何事而愁？为何事而愁？眼看着一桩好事就要付之东流，我当然发愁了。张子此话何意？秦王雄才大略，眼下楚国打算和吴国结盟，秦国又想和楚国连横，这狄公主芈书的婚事，于是就成了吴国与秦王之间的赌注。但是我只怕秦楚联姻之事难遂秦王之心愿呐。你看，屈子虽为贤臣，但明珠暗投，楚王好色，晋上奸佞，朝阳刚愎自用，再加上后宫威后弄权，郑袖贪婪，这连横之事只怕凶多吉少啊。张子此言众所周知。是，这些众所周知，但大家并不知道，那狄公主倾心的是秦王。只要秦楚能够联姻，秦王能娶了狄公主芈书，这五国结盟不攻自破。张子此话，寡人早已明白。秦王心中虽明白，但也束手无策吧。
要不然来了楚国这么久，为何拖着迟迟不见你？拖在这客栈，又为何给你弄了个假公主啊？这一切都说明其中有蹊跷。但是秦王你人生地不熟，没有一个人替你疏通阻塞、铺路搭桥，对不对？此话倒是不假。我愿意做这个人，我张仪愿意促成秦楚联姻，促成大王抱得美人归。可是，张子凭什么夸下这海口呢？凭什么？就凭我这3寸不烂之舌。寡人看得出张子手头拮据，给你20斤，去自谋生路吧。秦王是把在下当成沿街讨饭的叫花子了，还是四处招摇撞骗的小人了？啊，20斤、200斤、2000斤又如何？我张仪服的是贤君明主，图的是江山社稷，再多的钱财在我张仪眼中都视如粪土。唉，可惜呀，这点不是人人都能懂的。告辞了。等等，既然张子志向高远，那好，寡人就与你2月为期，看看张子的本事。2月就2月，2月之后，我让你看看张仪是如何让5国郢都会盟之事化为泡影。好。哎，寡人给你10斤，去买身衣服。事成之后，有意思。妹妹，你见到秦王了吗？自然见到了。那秦王怎么说的？他说要你去见他。秦王怎么会？妹妹吓你呢。怎么，你真的想去见他？不跟你说了。看你那神色，口不对心的。拿去，这是他托我还给你的。有劳妹妹啦。给你。哎，这不是我的方巾，让我看看。这是秦王的名字。那要不要我再去一趟，把方巾给姐姐换回来？这么说，是郎有情，妾有意了。人是你去见的，方巾是你拿回来的。你要再这样，我去找母后评理。评理我倒是不怕，左右不过是一顿打罢了。只是可惜了这一桩好姻缘了。那这方巾我不要了。不要了？不要？那我也不要了，我扔了。我扔了。嘿，姐姐。可惜了谁的好姻缘呢？我听说，眼下各国君王打算派使臣要来向舒姐姐求亲，不知谁最幸运，能与姐姐结下这桩好姻缘。哦，原来如此啊！妹妹人品出众，我也是好奇的很呢。魁国，张仪从出生到今日，也穿了不少件衣裳，可唯有这件衣裳，张仪将铭记一生。
张子，快起！张子，快起！楚王已经看到在下的策论了，明日宣张仪入宫。秦仪来的正是时候，好马配好鞍嘛。张子怀才不遇，我和月公主也帮不上别的忙，只能帮做件新衣了。谢芈月魁姑赠衣之恩。回来了。哎，小冉，你怎么愁眉苦脸的？小冉今日怎么一声不吭的？是何人得罪了我们小冉？哎，今日带小冉到东门集市卖姑姑的女工，小冉看中了一把小宝剑，竟要价10金呐！什么宝剑？怎么会这么贵？那宝剑刃如秋霜，真的很好。姑姑不知，前几日老朽给小冉请了个师傅，教他几手刀剑功夫。这师傅啊，夸小冉天分难得，是将帅之才，所以啊，小冉一心想要把合手的宝剑。咱们云梦台入不敷出，捉襟见肘，小冉再等2日，魁姑和你姐姐去想办法。哎，魁姑，何苦为区区10斤犯愁啊？张仪为你筹划便是。你有10斤？暂且没有。明日入宫见过楚王，张仪便有了。10斤太少，100斤如何？好了，张子，且不说你眼下如此潦倒，谈论100斤如同痴人说梦。就算你日后有了，也与我们无关。说100斤就100斤，明日午后，一言为定。昨日夏至，这宫中的蚊蝇更多了，也不知这几日大王睡得是否安稳。听说大王新得一夜明珠，放在宫中清凉如水，夜如白昼，100步之内蚊虫避之不及。我还从未听过世上竟有如此宝物。据说那夜明珠就放在南后的兰柜台。哦，真有此物。你带人去兰柜台，就说我要借过来看看新鲜。是。站住！怎么又是你啊？在下张仪。啊，张子，大王已等你多时，请。哼。不管什么好东西，他都要来跟我抢。那是秦王献给我的，我不给又如何？魏后那边的玳瑁姑姑说是借用。哼，借？珍宝到了魏后手里还有还的日子吗？可那玳瑁就在外面等着，此事总不能僵着，不如先借给他，等过后让大王出面再要回来。拿走。是。寡人读了张子的《玉女论》，张子对这天下的美人，果然是学问颇深。哎，不敢。张仪怎敢在大王面前卖弄粗浅之见？想那屈子在大招之中就有峨眉曼之，容则秀雅之言。张仪早就知道楚国美色尽在后宫之中。哎，不过大王，这列国之美人，大王是否都曾见过啊？在寡人的后宫之中，未必只有处女，这魏女、齐女、韩女、赵女亦都不在少数。这些个只能称之为女人，称不上美人。拜见南后。大王呢？正在殿中召见张子。张子？哪个张子？啊，张仪，给大王献上了《玉女论》，颇得大王的欢心。开门。是。先生所指的美人是？美人，美人如四季花色，
梅令人高洁，兰令人幽怨，菊令人淡雅，海棠令人惊艳。张仪以为齐女多情，楚女窈窕，燕女雍容，韩女清丽，赵女娇柔，魏女美艳，秦女英气，如百花若百宝，争奇斗艳，各有妙处，不一而足。妙哉，妙哉！先生对美女的这番言论，实在是寡人闻所未闻，生平仅见。那以先生之意，寡人如何才能博采深意，体味这美人的妙处呢？大王若能将列国之美人齐集于后宫，日日相对，深吸三味，试问天下还能有谁比大王学问深厚，艳福齐天呢？说得好。可是寡人如何才能收集齐这列国的美人呢？大王以为在下的眼光如何呀？张子对天下美人见解精辟，眼光独到。那就让张仪为大王踏遍列国，寻访天下之美。好，那寡人赐先生千金，就拜托先生替寡人寻访列国的美人，收入我楚国后宫。大王英明。张子不容易，这100金说什么我们都不能收。100金是我张仪的承诺，一谢月公主搭救之恩，二谢魁姑新衣之劳。我们救张子也算是缘分，谈不上恩情。你若真要谢，就谢魁姑的针线吧。哎，给张子做件新衣也是举手之劳，说谢就太见外了。楚国这个地方啊，只敬衣衫不敬人。你看，如果我张仪早有这么一件新衣，这当中哪还会费这么多周折吗？哎呀，一件新衣，半个时辰，摇唇鼓舌，收获甚丰。我张仪阔了，小冉也有了买宝剑之金，你们手头还可以宽裕一些吗？听说张子要去诸国为大王寻找美人，这路途遥远，小冉买宝剑也用不了这么多，这些金张子还是带上，以防万一啊。你们以为我张仪就这些钱财啊？我告诉你们，不出一日，还会有人迫不及待地要给我送来更为丰厚的盘缠。张子竟然用了一篇玉女论赚得大王的金子，这算什么本事？哎，你偷看在下的策论了。张子若行事磊落，用不着对人遮遮掩掩吧？我若遮遮掩掩，你还能看得到吗？我张仪，我敢做敢当啊！那篇玉女论也是为了得志其心，投其所好啊！你这是曲意迎风，不择手段，非君子所为。非君子所为？我张仪是今日不得已而为之，忍屈受辱，为了他日一展胸中之宏图，这才是真君子。你芈月公主不但不应该责备我，你应该夸我才对啊！收下吧。哇，真亮啊！我还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大一颗珠子。是哎，我也没见过，还这么亮，这是什么呀？这叫夜明珠，产自西域。这样的稀罕物件我也是头回见到，所以把你们叫过来让你们瞧瞧，也长长见识。可真亮啊！这可真是个宝贝，夜里看起来像一个小月亮掉在屋子里。此物幽香暗服，闻起来比那些兰草还要惬一些。只可惜母后不让月儿来，不然没准她能说出个究竟。依我看呐，
咱们楚宫可并非只有一颗宝珠。舒姐姐国色天香，冰清玉洁，不也正是我们楚国的宝物，母后的掌上明珠吗？让妹妹看看，是这夜明珠耀眼，还是姐姐耀眼？可不是，这一比，舒姐姐可把夜明珠给比下去了。像这等奇珍异宝，也只有母后才配享用。若不是寿山福海，哪儿镇得住物宝天华？母后，您说是不是？瞧这张小嘴，快赶上八哥了。好了，玳瑁，快去帮我让人新做的冰镇糯米酒和金银花茶端上来。是。张子，敢问是张子吗？正是在下。我家夫人要见你。你家夫人是谁啊？南后郑秀。张子这边请。在下张仪拜见夫人。免礼。不知夫人召见张仪所为何事？听说张子不日即将启程前往诸国，不知是否还会回转？回夫人，那得看盘缠的情形。盘缠使完了，才自然得回来。这里是500级，外面天高云阔，容张子大展宏图。若张子肯答应永不再回大楚，临行时将再获酬金500，以壮行色。谢夫人赠金壮行之恩。本来我想也可不回，但此次一去不返，总该跟大王当面辞个行。若夫人明日能促成此事，张仪一定会当着大王和夫人2个人的面做出承诺，如何？天气这么热，都这么晚了，我还真有些乏了。是，我们赶紧回去吧。是稀罕东西，说它能驱赶蚊蝇，夜晚清凉如水，不知真假。不如让我拿回去试它一试。公主，当心！既然是宝物，我以后必然爱惜。若要是追问起来，我就是拿回去赏玩一日。后对我一向另眼相看，知道了也不会怪罪我。盖上。月公主，你都不知道那个宝贝有多好，简直值好多个城呢。那叫价值连城。对，是价值连城。月儿虽没见过，但也知道那是好的。至于那香气，我思量这宝珠中间或许是空的，被人填上了外域的香料，所以香气悠然，能避蚊苍。还是月儿聪明，无人能及。我也只是猜测。月儿别具慧眼，快给我想想办法。临近宫中祭祀大典，可我的少司命祭舞还是没有找到其中精髓。照我本意，不跳也罢，但母后哪肯？好妹妹，快指条便利捷径。这便利2字只怕是最难的。言之不足，手之舞之，足之蹈之。你若能悉心体味少司命的入不言兮，出不辞，晨回风息，在云齐的超逸清雅，那一朝一夕便有了5成该有的雍容。要不，明日清晨，你我一块去荷花池边走走，看看风过荷叶，日映荷花，诗从自然，或许能有更好的感悟。
好主意，绿萝，明日一同去。好。大王，在下今日就要辞别大王而去了。楚国的美食冠绝六国，大王今日特意赐宴在下，让张仪口留余香，真的有些舍不得离去啊。先生果然识得这人生真谛，食色性也。人生在世，最大的愉悦莫过于食色二字。今日这美食当前，焉能无美人相伴啊？美人？先不跳了，你们去陪张子九喂张子石。是大王。大王，不，张仪这可使不得，先生承受不起呀。我说先生受得起，那就受得起。知张仪者，大王也。好。大王吃个果子吧。好。大王，平日都是道听途说，今日眼见为实。楚国的美女果然是如云如林呐。张子谬赞了啊，这只是我楚宫里的平常颜色。这些还平常颜色？那难道后宫里藏有夏姬庄姜不成？不瞒，禀报大王，南后求见。他来干什么呀？听说大王要派人周游诸国，搜集天下美人。臣妾就想知道自己是否也列为其中啊？张子，张子，在下失礼，在下失礼。张子，你刚才行为为何如此怪异啊？敢问大王，眼前这位夫人何许人也？寡人的宠妃南后郑袖。在下惭愧，在下无知，在下井底之蛙，在下真的是对不住大王啊！我不是，这张子，到底是怎么一回事？你跟寡人说清楚。大王，在下在大王面前夸下海口，要为大王寻访绝色美人，可方才一见南后，我就知道我大错特错了。我张仪想来也是游遍列国之人，但从未见过一个人的容貌能和南后比肩。你说张仪的见识如此浅薄，竟然不知道天下最美的女子就在楚国的王宫里。该死！张仪向大王请罪。张仪，大王嘱托在下寻访美人之事，恐怕有负重托，办不成了。你呀，就是见识浅薄。寡人就想嘛，这天底下还有什么好东西是我楚宫没有的呀？那照先生刚才这么说，这天下第一美人就在寡人身边了。确定无疑。好，那你就快跟寡人讲讲，寡人这爱妃怎么就成了天下第一美人了呢？大王请看，南后这一对眉，仿若一带远山；这一双目，有如卷上点漆；耳鬓柔弱，脖颈修眉，此乃孤品，不是天下第一美人，又作何解呀？可是寡人记得那日在这大殿之上，
先生所说的如百花似百宝，争奇斗艳，各有不同，又作何解啊？在下无言以对，这就将大王所赐千金即刻退回。哎，千金嘛，区区小事，寡人既然赐予你了，哪还有收回的道理啊？大王不仅宽宥了在下的食言之罪，还说这千金不用退回，这岂是慷慨二字所能道尽？此乃君王之胸怀呀！似大王这般胸怀，不得天下有违天理呀！大王，张子，你好一张巧嘴！多谢大王。没想到这个张仪说起话来口吐莲花，但论起见识，倒也稀松。今日还是爱妃让他见识了什么才是天下绝色。大王竟拿臣妾打趣。夏日炎炎，臣妾是日不能食，夜不能寐，衣带渐宽，面容憔悴，这还哪来的绝色呀？怎么会呢？爱妃的夜明珠不是有驱蚊避暑的奇效吗？正是因为听说那夜明珠有奇效，前2日幕后派人来把那夜明珠取走，拿去把玩了。哎呀，爱妃这玉软花柔，不耐鼹鼠的，寡人这细看之下，神色间确实有些憔悴。这样，明日寡人就让人从母后那儿把夜明珠给你取回来。谢大王对臣妾的体贴。郑秀竟然跟我斤斤计较，那夜明珠不过刚刚借用2日，他就让大王差人来索要了。微后若想留下夜明珠，不用理睬他。大王一向孝顺，微后可对大王明说就是。郑秀整日狐媚大王，若真与他争执，只怕弄得大王两头为难。算了，还是把夜明珠给他拿回去吧。是。微后，夜明珠不见了。丢了？哼，这丢的也太蹊跷了吧！这夜明珠在我宫中放置多日的安然无恙，拿去微后那2天就丢了，谁信呢？可微后说丢了，不信又能如何？他是想黑心媚下我这颗夜明珠，但别指望郑秀我会哑巴吃黄连。走，臣妾郑秀给母后请安。免礼吧。谢母后。我已经说过，这几日暑气袭人，你们心到就行了，不用日日请安，免得劳累心。公主，母后说的是。公主，这几日天气酷热，谁在里面呢？南后在里面。10个香甜睡不安稳。进去禀报一声，就说敏英来给微后请安了。是。哎，等等，先不忙的，待南后走了再进去禀报吧。是。这事情说来也古怪，人不知鬼不晓，这夜明珠就不见了。我派下人去查了半日，都无下落。没有人拿走藏匿，难不成那夜明珠自己受了脚了？戴帽，事情的原委你最清楚。那夜明珠是奴婢遵微后之命从南后那儿借来的，放在高堂台，人人都知道是稀罕宝贝，就算喜欢，谁又敢动着贪欲之心？臣妾心里有数。既然那夜明珠自己跑不了，母后宫中的人又都手脚干净，那东西自然还在高堂台。母后若是喜欢留下就留下了，何必说找不到呢？我这一辈子见过的宝物不计其数，难道
还在意你这点东西？臣妾的见识当然不如母后了。不过东西既然是在高堂台丢的，还是应该想办法查个水落石出才好，免得放过了盗贼，冤枉了好人。又或者，母后心慈手软，不愿意对手下的人进行清查盘问。大楚盗律，贼盗律，最轻则砍手足，重则掉脑袋。我眼里从不揉沙子。殷公主，我还有些急事，回头再来吧。公主，这可怎么是好？闭嘴！可是，公主拿了那夜明珠，我再多说一个字，那夜明珠便是你拿的。殷公主，你手里拿的什么？回殷公主，是舒公主和月公主的针线。绿萝，我刚才在来的路上掉了一个耳环，你可碰巧看见？回殷公主，刚才奴婢一直和月公主、舒公主在一块儿，没有看见。那是我娘亲留给我的遗物，甚为珍贵，也不知掉到哪儿去了。既然如此，那奴婢帮公主找找吧。公主，绿萝，算了，可能是我记差了，我可能是掉到寝宫里了。灵儿，跟我回去再找找。殷公主，那东西与我性命一般，你还当个什么？你们都给我听清楚了，夜明珠是肯定跑不出宫外的。东西要是现在交出来，微后责罚的只是你一个人；若是被我查抄出来，那受牵连的就是你们全家。我使唤了你们多年，竟不知你们当中有做贼的。今日若不查出来，就坏了我高堂台的名声。永香令，微臣在。你给我一个个去审，就算剥了他们的皮，也要给我审出个结果。是。都给我起来，老老实实的走吧。这个不是我的，赶紧走。进了永巷，事情自然就清楚了。母后，婴儿思来想去，觉得有个人可疑。什么人？昨日午后，婴儿曾见过有个人来过高堂台，当时并未留意，但此刻想想，着实该有几分嫌疑。贱人生出来的只能是贱人，想来我待你不薄啊，让你跟着舒儿也学点长进。你倒好，竟然胆大包天，敢偷走我的夜明珠！任是金山银山摆在我面前，我都不会动心，更何况什么夜明珠？魏后，万不可借此羞辱我和我娘亲！还敢跟我顶嘴？玳瑁，给我掌嘴！是。母后，母后，求你饶了他吧！打！母后，我求你了！玳瑁，你先退下。凭空说我偷盗，拿来证据！今日我是人赃俱获，你想赖是赖不掉的。婴儿，魏后，昨日午后，婴儿是和侍女灵儿一起看到的。灵儿，说，你都看到了什么？婢子，你到底看到了什么？婢子，来人，把这个贱婢给我拉下去掌嘴！说呀，魏后饶命啊！
昨日婢子陪着殷公主站在那儿，看到月公主从正殿前走过去，别的婢子真的不知道了。灵儿眼拙，但本公主眼不拙。月公主分明不仅从正殿走过，还慌慌张张地走进去，又走出。胡言乱语！昨日午后，我与舒公主一起去了后花园的荷花池，回来后从未进过正殿。你说你见我进了正殿，我何时进去，何时出来？出来后又见了何人，去了何处？休要狡辩！叶明珠藏于你房里，证据确凿，我不得不惩前毖后，以正后宫纲纪。论罪，本该赐你一死，但念你是先王之女，暂且关入永巷，明日去衣杖摆，再施月刑。别说砍去芈月双脚，就是碎尸万段，没有偷，就是没有偷。且等明日，我看你的嘴还有多硬。母后，此事定有误会。昨日一整日，月儿确实与舒儿在一起，叶明珠之事与她并无干系。捉贼拿赃，你不要再为他开脱了。我不是为他开脱，我说的是事实。我这么做也是不得已，杀一儆百也是为了你们好，免得你们被这个贱人都给带坏了。皇公子，绿萝，何事让你如此慌张？皇公子，月公主不知怎的，竟成了偷夜明珠的贼犯，现已被囚禁起来了。明日就要施月刑，被砍去双脚。舒公主正为此事而着急呢。皇公子，也请你想想办法，救救月公主吧。怎么会有这等事情？她一定是被人陷害了。赶快把事情的经过详细跟我说说。皇公子，你找我啊？看你这人，有话就说嘛。是你拿的夜明珠？是或不是？是又怎样？不是又怎样？你拿了就拿了，为何要栽赃别人呢？怎么？微后明日就要砍去芈月的双脚，让你心疼了？你也是女儿家，你的心怎么能如此之狠呢？月儿从来没有爱过你的事儿，你为何要这样对她？说起来，事情落到她身上也是碰巧了。不过，她的确爱了我的事儿。月儿爱你何事了？皇公子说过，你自小只喜欢芈月一人，她若从此不再出现了，你是不是就可以去喜欢别人了？殷公主，你把月儿害苦了，我就算是今生不娶，也不会对你有半点情谊。你说月公主遭人陷害，是，但微后向来固执，只怕即使我出面，她也不听一个字。夜明珠是南后的，太子能否说动大王和南后去过问此事？这很难说，不过我可以去试试。谢太子。微后，大王跟南后来了。这么晚了，他们过来做什么？说是找到了偷盗夜明珠的真凶。是吗？米音，大王告诉我，说你亲口向皇公子坦诚，夜明珠是你拿的，因为嫉恨皇公子与芈月亲近，故而栽赃于芈月，可有此事？母后圣明，婴儿自小由母后抚养，待婴儿宛如亲生，该深知我的心性。那栽赃陷害，均为卑鄙小人之作。芈音与芈月无冤无仇，即便再不堪，也不会使出如此下作手段。皇歇，殷公主适才不是这样对我说的，她说月公主碍了她的事儿。不错，皇公子，我是对你真心倾慕，也知道你与芈月偷偷眉目传情，但就算我再喜欢你，也不能为你而替她背这个黑锅啊！殷公主，你也算是王室血脉，你怎可满嘴胡言，出尔反尔呢？
皇公子用不着气急败坏。民因没有做过的事情，如何承认？你们二人到底孰黑孰白？月公主被人陷害，大王明察。大王母后，婴儿冤枉，被人诬陷。爱妃，你看这……依臣妾看，这两人当中，定有人是在诬陷别人，也有人是被人诬陷的。都是些没用的废话。母后圣明，应当比臣妾心里有数。苍天在上，皇歇所言字字是真，望大王威后彻查。苍天在上，皇歇所言字字是真，望大王威后彻查。你们各持一词，我怎样彻查？既然那夜明珠是在月公主的针线篮子里被发现的，而那针线篮子是月公主和舒公主做完针线由绿萝送回各自房间的，除非威后以为这夜明珠是舒公主和绿萝放进去的，不然那只能说明在针线篮子交到绿萝手上之时，那夜明珠并没有在篮子里。针线篮子被送到月公主房间不久，威后便派人查抄了她的房间，找到了夜明珠。而这段时间并没有人见到月公主回到过房间，那只能证明这夜明珠是有人故意栽赃陷害月公主的。就算无人见到芈月曾回寝屋，并不等于她就没有回过寝屋。皇公子为芈月开脱心切，一味将脏水泼到别人身上。皇歇有证人，芈也有证人。够了，皇公子，你到大王那里出手芈因，可我听来听去，这夜明珠失窃的案子，皇公子你脱不了干系。你身为名门后代，太子伴读，竟敢不顾礼法，滥徇私情，秽乱宫廷，诬陷好人，我怎能饶你？既然芈月偷了夜明珠，你拿不出其他证据证明不是芈月偷的，那我只好判你和芈月同罪。母后，母后明察，夜明珠之事，芈月实在是冤枉。事已至此，不必多言了。母后若要一意孤行责罚月儿，那就先责罚舒儿吧。此言何意？夜明珠本是舒儿拿的。什么？是淑妹你拿的？舒儿，你不要胡说。母后，大王，那日观赏夜明珠，众公主齐聚大殿，唯有月儿因母后不允，所以不能前来观赏。舒儿实在是替月儿不平，所以私自拿了宝贝，想与她一同观赏。在次日与她做针线时，悄悄地放进了她的针线篮里。为何芈月对你所说这些全然不知？舒儿之所以瞒着她，就是想给她一个意外之喜，谁知道惹下了这么大的祸端。胡扯八道！母后，舒儿句句是真，侍女绿萝可以作证。舒公主说的的确都是实情。你们简直都昏了头了！事情总算是水落石出了。先前说这夜明珠是被芈月公主盗走，人赃俱获，但太子陪读皇公子又出手公主芈因，说他栽赃嫁祸芈月。可到后来，这舒公主又跑出来说众人都错了，这宝珠是她拿走的。哼，这峰回路转的，让人看得眼花缭乱。自己人听清楚原委，知道是场误会，这外人听不清楚，还当这是一场笑话呢。事情没这么简单，这夜明珠失窃的案子里定有其他内情，我一定要查个清楚。一个夜明珠弄得鸡飞狗跳，3个公主搅在是非当中，传出去，众口铄金，不知道有多少难听的闲话等着。大楚国的面子往哪儿搁呀？哎呀，算了吧，这大热天的搞得人人都着急上火。夜明珠，臣妾不要了，就当是孝敬母后。依臣妾看，此事也不必再追究下去，和气致降嘛。爱妃说得好，和气致降。母后，依寡人之见，此事就此作罢吧。
谢谢舒姐姐救我，玉儿此生无以回报。你我说这话就生分了。只要你平安无事就好。可我就是不明白，我在宫中无权无势，并不招惹是非，怎么就成了有些人的眼中钉了？为何要处心积虑来害我？在那种情形下，母后肯定是真假难辨，气急之下听了小人之言，才险些酿成大错。但众人都愿替妹妹出头，可见妹妹的清白一望而知。月公主，其实除了舒公主替你着急以外，还有一个人比舒公主更着急。我知道，知道就好。别让你为我担心。岂止是担心，是怕。我知道你被冤枉陷害，我怕我不能救你，不能为你遮风避雨。坐下来。你这不是好好的吗？好好的，差点脚都没了。是啊，我若是没了双脚，如何洗衣做饭，如何照顾2个弟弟？还不如死了痛快，免得拖累他人。这是什么话？你若没了双脚，我替你洗衣做饭，我帮你照顾弟弟。且不说没了双脚，退1万步，仅仅脸上一个道字，就会吓跑所有人。那就让他们退避三舍，我在这里陪你。你真不嫌弃我丑劣不堪？无论何时何地，何种情景，你在我心里都是貌美如花的。我哪有那么好？你的好只有我知道。我黄歇不求荣华富贵，只求你我心意相通。看又来了，不理你。你不理我，我还是要理你。你这又是何苦？命吧。米音，有什么话就说出来，别跟我吞吞吐吐的。那日黄歇诬告婴儿，婴儿的确委屈。那日事情真相如何，你我都该心里有数。算了，我也不打算追究了，只是希望你今后做事不要再自作聪明。母后说的是。嫣儿，你过来。自小你在我身边长大，你跟我说老实话，你跟黄歇到底怎么回事？那黄歇看得出你对黄歇有情，男大当婚，女大当嫁。黄歇乃是人中龙凤，你若对他有情，并非是你的不是。母后做主，提起黄歇，婴儿心中好痛。你也是个伶俐的女子，明明知道黄歇对芈月有情，为何痴心不改？那是因为芈月蓄意蛊惑，若没有她，黄歇自然心意就转了。男女之间讲的还是缘分，你和黄歇是否有缘，还要看你以后的作为。母后待婴儿情意深重，婴儿早已经把母后当成自己的娘亲。话说到这份上，我就让你留意一下你那舒妹妹，她天性纯良，易被人诓骗。芈月心思诡秘，经常在她身边，弄不好就把她带坏了。
我就把你当成自己的耳朵和眼睛，凡事多留个心眼儿。母后的话，婴儿记下了。